咁最後到我本人嘅問題啦，就即係自從局長將呢個文件上咗立法會之後呢，就我見到社會嘅關注啦、公眾嘅關注啦，其實都集中喺問責同埋調查嗰啲度。咁事實上，如果真係啟動咗第二重嘅調查呢，第二級嘅調查呢，我相信對政府呢，即係已經出咗一啲比較嚴重嘅一啲嘅事故㗎啦嚇。其實都唔係我哋想見到嘅。我引我特首舊年嘅時候都對住傳媒嘅時候都傳媒解答傳媒問題嘅時候都講啦，一個人病咗就梗要處理或者要醫治啦。但係我哋更加重要嘅平時係要 keep fit 㗎嘛，係咪？所以我覺得咧，局長其實呢方面咧，我哋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我哋呢個制度本身，我哋對一個部門首長咧係如何去要求佢哋或者督導嗰啲部門首長去做好佢部門嘅嘢啊？或者係佢點樣去協助佢哋建立一個內部嘅程序，令到佢所謂個部門都能夠將自己嘅工作做好，所謂強身健體啦，咁先會冇病啊嘛。如果咁樣呢一個步驟做得好呢，我都相信即係會如阿局長所講啦，需要啟動第二級調查嘅機會呢，可能真係幾微嘅啊。所以呢度希望可以講多少少。咁第二個問題呢，就即係之前都有啲關注啦。如果係部門首長呢，其實佢依家部門首長都好忙啊嘛，管好多嘅有啲部門成萬人。咁佢好多時呢，佢即係當然佢會建立一啲制度啊，建立一啲制度。咁同埋呢，佢好多時會將自己個權力呢，會轉授俾佢嘅副手啊，或者轉授俾啲副處長啊，或者甚至乎一啲助理處長啊，去睇住嗰個建立起嘅程序，按照個程序去做。咁樣一嚟呢，我哋又會唔會擔心呢？即係個最後調查嘅結果出嚟呢，個局長都已經盡唔係，即係個處長都已經盡咗個部門首長啊，都已經盡咗個責任咯，建立咗一啲嘅制度，而且呢，將個監察嗰個制度實行嘅權力咧，轉授咗俾佢嘅手下一啲嘅領導啦嚇。咁最後呢，可能調查完之後，佢自己都甩到身嘅，即係變相咧呢一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呢，會唔會成為部門首長嘅即係最後佢嘅一個防火牆呢？呢一個係希望阿局長都可以解一解，我哋部門首長係唔係有咗部門首長責任制之後，佢真係出咗問題，都需唔需要負起一啲嘅領導責任，或者一啲嘅一部分嘅責任呢？兩個問題。好啊，多謝主席。我哋其實都。第一，我剛才都解釋咗啦，我哋喺舊年嘅9月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公佈咗之後呢，我哋10月呢已經有一份文件係俾咗部門首長啦，都提醒翻佢哋有幾方面嘅工作佢哋要做啦，佢哋要建構好佢哋部門嘅一啲乜嘢嘅制度啦，要留意啲咩嘅方面呢？咁呢個係我哋協助部門首長去做好佢嘅工作嘅第一點啦。第二就係會嚟緊呢，係會有一啲俾部門首長同埋副首長，即係個處長同埋副處長嘅一啲培訓嘅。咁呢啲培訓亦都係針對咧點樣去幫佢哋係做好呢啲建構個部門嘅一個積極嘅工作文化啦，點樣去加強個執行嘅能力啦，點樣去喺部門裏邊建構各種嘅制度，去令佢哋對部門嘅工作有掌握，有個好嘅監察同埋有個好嘅督導等等。咁喺除咗呢一啲之外咧，嗱，其實我哋亦都好要留意到，因為部門係有好多唔同嘅，有一啲佢嘅工作咧係同市民好息息相關，係提供緊好多公共服務；有一啲咧係做執法嘅，以執法為主嘅；有一啲咧係後勤啲，提供一啲服務俾政府內部嘅。咁唔同嘅部門亦規模亦都唔同，有一啲係好大，有啲比較人數少一啲。咁佢本身裡面佢嘅制度要點樣去建構？佢本身嗰個監察啊，要經過啲乜嘢嘅層級去做咧？呢一個咧，咁呢個都係個個都唔同嘅，咁唔能夠有一套就擺晒喺所有人嘅身上，但係會通過我哋俾佢哋嘅提示啦，通過培訓啦，去提醒翻佢哋咧喺邊啲方面要注意。咁呢個係第一啦，亦都喺日常嘅工作裏邊咧，無論局長無論常秘，亦都會同部門首長咧係有一個定期嘅經常嘅溝通啦，
部門如果其實有一啲小嘅問題出現，其實香港都係好透明嘅。香港我哋嘅媒體啊，對於公共服務亦都好關注嘅。咁如果出現呢，都係會去關注嘅。咁部門首長亦都要喺呢一度呢，係做好翻佢哋，去向佢嘅上司有一個解説啦，有一個好嘅交代啦。咁呢啲呢，都係我哋會做去協助部門首長去建立佢哋嘅內部嘅一啲系統嘅做法啦。咁另外呢，剛才主席你提到權力轉授，冇錯，呢個係會發生嘅。而家呢個都重要嘅，因為如果部門首長呢，佢唔轉授任何權力，所有嘢集中喺佢身上呢，其實係做唔到嘅，係另外一種嘅冇效率，係另外一種嘅失職嚟嘅。咁但係喺權力轉授之餘呢，佢都要做監察㗎嘛。佢唔係轉授咗個權力俾阿助理處長，轉授咗個權力俾個總主任，佢就唔理啦，你做到點就你嘅事啦。呢個唔係一個正常嘅心態。其實部門首長亦都好少有咁嘅心態嘅，佢哋都係會去做好佢哋嘅監察，用一啲有效嘅方法去核證翻到底個權力轉授咗之後用成點呢？喺前線係做成點呢？嗰個工作係嗰個成效係如何呢？咁佢哋如果係有做呢一點呢，係唔會出現一啲大問題嘅。如果係同部門嘅工作喺到底係做成點脫咗節呢，先至會出問題。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提示翻部門要建構嘅一啲制度之一啦。要點樣去收集翻部門嘅同事有咗個權力之後去做工作之後做成點呢？嗰個回饋翻嚟啦。好，多謝局長。